中华南药强老街入伙安做，不过却是有一定不明的人士伫咧队伍内底挂拿办土地公咧募款。南药强嘛赶紧出来提醒大家，这挂人拢唔是庙方的人。 信众伫街路诚心参拜，庙会周边盛大高闹热。要不过街路出现一尊土地公，摕一个元宝阿爸沿路发送糖仔饼，随后就有信徒摕100块放入元宝阿爸内底。另外，还有一定人士摕顶拿发送洗手啊募款。因的意思尔，所以若无较勉强啊。所以你这不是庙的就对啊。啊，阮这个做要20多年啊，了个意思啦，啊，就家老咧甲讲好话尔，无安那啦。啊，钱是不是？啊，伊若要互阮就互阮，唔互阮就。啊，钱要收去倒位？收阮遐啦，啊无偌济啦。这点不明人士随即就赶紧离开，强调只是来到闹热。中华关键古迹南药强331除了举行开庙门，也举行妈祖入会安坐大典。不过传出有人请求利用这个机会收钱还是募款，庙方已经派员去了解情况。 那个不是我们南窑宫的人哦，请各位民众注意一下都你要给就给啊，但是就千万不要给啊，因为这长久以来的一个有人就是趁这种机会啊，广拿给手机嘛呢。那这时候如果他没有说他是庙方的人员，其实不会有诈欺上的一个问题。那在此也呼吁民众，如果有人要向你募捐，请问明他的出处单位，以及跟他要妥捐赠收据。 律师为法律的观点分析，这算是一并且行为，期间也无款无，也是强行要求的行为，无构成诈欺。用个民众若面对有人要募捐，也是爱问清楚单位甲用途，我爱甲因提关证收据，才会当避免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